講到偷電呢一樣嘢喺印度簡直普及到不得了，男人偷、女人偷、老人家偷、細路仔都偷，就連印度啲馬騮都識得亂咁去扯電線。喺度講清楚，印度偷電唔係偷第二個國家嘅電，就係偷佢哋自己國家嘅電。而家印度總發電量排世界第三，但講到偷電呢門手藝，佢真係世界無敵。第二名、第三名夾埋一齊都冇佢偷得多。一年單偷電造成嘅損失就去到200幾億美金，呢個數字究竟有幾誇張？印度搞咗30年嘅阿瓊坦克，先係使咗35億，磨足40年先出嚟嘅光輝戰鬥機都係使咗100億，等於印度一年俾人偷走咗嘅電費，直接將2單大嘅項目嘅錢一次過燒晒。呢啲被偷走咗嘅電，足夠隔離巴勒斯坦全國用足成年啊！好多人會好奇，點解印度人咁中意偷電㗎？佢哋唔會於心有愧嘅咩？老實講，佢哋真係完全冇負罪感。喺好多印度人嘅諗法入邊，電就唔係政府嘅，係濕婆神賞賜俾老百姓嘅，反而覺得政府想霸佔呢一份恩賜，所以佢哋偷起電嚟心安理得，仲偷得理所當然添。今日我哋就講下印度偷電背後嘅故仔。不過話時話，印度興偷電又唔可以淨係賴晒老百姓嘅，因為印度呢一套電網本身就爛到爆，3頭2日就大停電，好似每年5月大熱天時，喐唔喐一停就10幾個鐘頭，室內成40-50度嘅高溫，普通人又邊個頂得順呢？老百姓心諗，電網本身質量咁差，仲要乖乖地交電費，開玩笑咩？我肯偷你嘅電就已經俾足面你啦，交電費邊度涼爽邊度瞓啊？交電費嘅人越少，電力公司就越冇收入，自然冇錢去維修同升級電網啦。個電網系統越殘舊，咁就更加多嘅人索性咧就偷電算鳩數啦。就咁樣惡性循環就越嚟越大啦。其實邊會有人好地地無啦啦走去偷電嘅？私拖電線又危險，一個唔小心仲會電埋瓜添。究竟由幾時開始印度會吹起偷電熱潮呢？呢個由印度建國開始講起啦。以前印度係英國殖民地，早期嘅電網基本上都係由英國人起落嚟嘅。但英國人過嚟為咗掠錢，理鬼你百姓咁多咩？最初有電淨係得工廠、港口同大城市，電網分佈就亂七八糟嘅，好多仲係私人營運，規格就五花八門，完全係唔統一。等到印度獨立，呢一壇嘢直接就掟俾印度政府啦。最初印度就學蘇聯出力大興土木，就鋪電網，電力屬於民生，政府有補貼，電費好平。嗰陣電費平到嘔電，老百姓根本就唔使去偷電嘅。但搞咁大規模基建，對印度嘅工業實力好大考驗。就咁搞嚟搞去，就搞足幾十年啦。印度政府頂唔順啦，差世界銀行一大筆數，冇交晒辦法，唯有開放市場，引入大批外資，好多國營企業俾人收購咗，電力公司都唔例外啦。但外資過嚟目標都係賺大錢啫。如果電價一咁鬼平，根本就冇數為，於是就將電價加價啦。而政府又差落一屎屈債，早就冇錢再補貼電價啦。老百姓見到電費越升就越誇張，即刻就火都嚟埋。喺佢哋嘅觀念入邊，電係神賜落嚟嘅，收少少就講得過去啦。而家不停加價，屌都唔屌佢。心諗，既然你政府做得咁絕，就唔好怪我哋啦。喺佢哋嘅思想入邊，呢個根本就唔係叫偷，即係攞翻本應屬於我哋嘅嘢啫。由90年代開始，民間偷電潮流就越吹越勁，一班外資電力公司直接俾佢哋搞到拗晒頭，睇落市場超級大，但係斗零都賺唔到個，仲要不停蝕本，捱到90年代尾，大批嘅外資直接係唔柒都走人啦。印度政府冇晒辦法，又將電網收翻嚟自己手上啦。但係今時又唔同往日，國庫空空老爺已經冇能力大額補貼電費。以前電力公司主要靠工廠同大企業嘅大客戶賺錢，點知開放發電市場之後，好多大企業乾脆自己整埋發電廠，自己搞配電，直接脫離國家電網添。咁最大嘅一批收入來源冇咗，電力公司只可以對住一班底層嘅老百姓。民眾覺得電費太貴，就繼續用偷電嘅方式嚟挽抗。由2000年開始，印度電力局同老百姓就正式開始一場
漫長嘅鬥智鬥勇啦。咁最早期老百姓偷電嘅手法仲比較簡單啲，多數喺電錶嗰度做手腳。當時用嘅係機械式電錶，民間嘅高手發現揾一大嚿磁石吸住喺電錶個殼度，個錶咧就會轉得特別慢。實際用咗100度電，個錶咧可能淨係記低10度。呢一招簡單又好用，好快就散開晒啦。咁政府見到唔係鳩路喎，就換咗一大批仿磁石嘅電錶。估唔到喺短短嘅半年，又有偷電猛人諗到辦法出嚟破解。跟住政府又升級，全部換成電子電錶。過咗1年，又有猛人整出脈衝干擾器，將部干擾器黐近嘅電錶，一掣撳落去，電錶嘅數字就會跳到亂七八糟，電費帳單嘅數字就會變得好細，就算電力局上門查都睇唔出問題，咁先至鳩事啊！除咗呢啲咧，仲會有人拆開電錶接電咗，更加直接嘅係乾脆電錶都咪鳩用，私自搭電用電。久而久之，偷電呢件事就越嚟越普遍，唔理男女老少，唔理高種姓定係低種姓，好多人都有做添。照道理嘅話，電力局嘅職員應該係嚴格執法先係嘅。眼見周圍人人都得個著數，就係自己冇揾，心態炸鳩咗，直接就開埋偷電培訓班，收街坊嘅錢，教點樣去改電錶、撕接電線，仲教埋大家點樣去避開電力局嘅突擊檢查，嗰度好嘢啊！仲誕生咗好多民間嘅傳奇偷電高手，當中最出名嘅就俾當地叫做偷電先人嘅羅哈辛格。佢個操作就好沙塵嘅，首先將變壓器整到短路，趁住電力公司派人過嚟維修停電嘅期間，即刻就喐手，一次過可以幫700戶人家接好電，每戶收2000盧比，換算人民幣大概係170蚊左右。工具咧就非常之簡單，就係一把老虎鉗，有時咧連牙都用埋添。正所謂高端嘅手法，往往咧就最樸素嘅，幾分鐘就幫人哋接好電啦。佢仲向外傳授秘笈，偷電最緊要嘅係詐死，忍住呼吸，當自己死鳩咗，電流就唔會電到你啦。理由就係電係上天賜嘅，神係唔會懲罰一個死人嘅。當然呢一啲都係民間笑話啫，千祈唔好當真。就靠住呢一套，呢位大佬偷電偷咗10幾年，一直都冇事。後邊佢嘅事蹟實在太威水啦，有導演專門以佢為主角拍攝紀錄片添。紀錄片入邊佢講咗句金句：優秀嘅電工死喺電線上，垃圾嘅電工死喺偷電嘅路上。好似我呢種天選之人，永遠就平安無事嘅。不過拍完紀錄片之後，證據確鑿，佢直接咧俾人撻咗添。但呢套紀錄片反而紅咗，導演攞咗好多嘅獎添。呢啲都係民間嘅卡拉咪啫，仲有啲更加誇張嘅係，有啲成條村一齊偷電，將本村嘅電纜直接咪繞去隔離村，窮人偷，有錢人都照偷，甚至連黑社會都睇啱咗呢一門生意，唔做其他蠱惑嘢，轉頭就做起咗偷電服務，一邊賄賂電力局嘅官員，一邊咧就幫老百姓接電，仲搞埋會員制度添，週卡、月卡、季卡、年卡任君選擇，成為會員就會幫你打掂好一切，唔怕電力局上門，電路有故障發個輪，即刻係有人上門維修啦。服務態度比官方嘅電力局仲要好。換轉你係印度嘅百姓，你會揀邊個咧？喂，講到呢度，好多人會問：偷電偷到咁離譜，印度政府食齋嘅？政府其實都試過出台好多嘅政策，但係效果完全冇用。一開始實行重罰，偷1就罰3，再加高額嘅滯納金。但係好多偷電嘅都係底層窮人，本來就冇錢，你叫佢行去交罰款，睬你一梳啊！而且偷電嘅重災區多數都係農村偏僻嘅山卡拉，當地嘅民風又強悍，電力局幾個人入去執法，翻唔翻到出嚟都成問題。為咗電費，冇可能調動軍隊下鄉㗎話。仲有一個重要嘅死穴，印度選舉政治，好多政客為咗選票冧電民眾，老百姓其他大道理聽唔明，但有電用就最實際啦。你如果打壓偷電，選票直接流失，所以好多政客乾脆隻眼開隻眼閉啦。北方邦有個政客公開演講，直接承諾電就應該免費，大家即管用，現場派發偷電小工具添。
仲話絕緣手套應該派俾老百姓，就靠住呢種討好嘅手段，呢一位政客連續3屆當選，搞到而家北方幫偷電嘅風氣全印度第一。喺當地你唔偷電會俾人睇唔起，俾人笑嘅添。咁樣嘅大環境之下，電力局嘅工作人員點做呢？去執法可能就俾人打鑊金嘅，上面政客又不斷施壓，仲有各種各樣嘅賄賂，執法根本就無從落手嘅。其實世界上其他國家都遇到過偷電嚴重嘅問題，亦都有唔少嘅解決方案，好似巴西處理貧民區私自接電，改為政府規範化供電；南非向窮苦民眾免費提供基礎50度電。與其壓制，不如疏導，保證底層有基本用電，有能力嘅人正常繳費，形成良性循環。但印度就唔願意採納呢一類嘅做法啫。翻返轉頭，印度總發電量其實排世界第3，但大量嘅電力白白浪費流失。全世界正常嘅輸電損耗平均7%，我哋中國大約5%，但印度常年去到20%。北方邦高峰時期甚至去到47%，等於每發1度電，接近一半中途就冇咗啦。印度政府一直想打造全國統一大電網，但各個邦各懷鬼胎。我哋呢度嘅電力多，點解要無償俾其他邦？一定要高價先肯賣，鋪設電網要徵用土地，又獅子大開口要補償，一件1年可以做得完嘅工程，要拖到3年。本來使1蚊雞就可以搞得掂嘅嘢，實際就要使10蚊啦。互相推嚟推去，電網嘅建設自然就寸步難行啦。其實印度嘅電力亂象只係成個社會嘅縮影，歸根到底同佢哋嘅種姓制度、印度教輪迴觀念息息相關啦。教義入邊唔係好着重今生，更加睇重嘅係來世嘅輪迴。今世如果係低種姓嘅，捱多啲，來世咧就可以轉生為高種姓。咁嘅觀念底下，好多人諗：我今生咁辛苦去搏命、去改革、去完善基建，有啲咩意義呢？來世又唔係我嘆嘅。低種姓就算推翻現狀，輪迴之後身份咧又會轉變，好多人就索性躺平啦，唔想去抗爭，唔想去改變制度。只要唔影響自己來世投胎就得啦。呢樣亦都係點解印度好多時睇上去都非常之離譜，但個社會又可以維持穩定，因為咁樣嘅心態已經延續咗上千年嘅啦。好啦，今期講到呢度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